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9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00天。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前线总共记录173次战斗。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5月份摧毁了8.9万个俄军目标。别尔格莱德方向，一架乌克兰米格29战斗机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防在当地的总部大楼投下了2枚法制铁锤制导炸弹。库尔斯克方向，乌克兰空军的 F-16战斗机向俄罗斯军事阵地发射高精度制导炸弹。乌克兰继续在泰特基诺发动攻击，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莱曼等前线战斗仍在进行中，俄军被击退，损失继续增加。乌克兰士兵在过去1天内消灭了1250名俄罗斯占领者。乌克兰武装部队还摧毁了54套火炮系统、145架无人机和109辆敌方车辆。5月31日上午，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更新了占领军，也就是俄军的损失数据。5月31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前发言人、退役上校谢列涅兹夫表示，顿涅茨克共和国将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前线夏季战役的主战场。俄罗斯媒体援引他的话对此进行了报道。谢列涅兹夫说，一方面我看到俄军正向米尔诺格勒以东推进，似乎正在对我方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格勒城市群形成虎钳式合围。另一方面，我看到敌人正试图向康斯坦丁诺夫卡推进。谢列兹涅夫认为这种策略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城市仍然是诱人的目标。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的杰克沃特林也持相同观点。昨晚早些时候，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叫利戈夫郊外一个火车站成功轰炸了俄罗斯军队。据报道，俄罗斯有军方人员伤亡。从当地人拍摄的画面看，该地区形成一片火海。乌克兰第63机械化旅使用巴巴亚戈重型轰炸机，就是无人机，摧毁俄军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军袭击哈尔科夫市的无轨电车系统。俄军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蓄意袭击哈尔科夫无轨电车厂站，摧毁车厂并波及周边居民区，这是对平民日常生活的赤裸裸的攻击。昨夜共击90架无人机和2枚弹道导弹的袭击中，绝大多数目标都是毫无军事价值的民用基础设施。俄方的战略意图就是要系统性摧毁乌克兰人的生存根基，也就是俄罗斯用无人机继续轰炸乌克兰的民用目标，给平民造成伤亡，不仅引起其他国家的愤慨，连特朗普都看不下去了。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维列修克他说，战争是长期的，俄罗斯联邦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内仍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孩子必须做好准备，并了解战争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一战打下来，无论双方是不是签停火协议，俄乌双方的仇恨那是世代铭记，已经结成世仇。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5月30日表示，乌克兰将从日本获得近30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资金由俄罗斯冻结资产收益偿还，这是七国集团2024年倡议的一部分。此外，他还透露，乌克兰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计划的第8次审查达成了工作人员协议。一旦该协议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批准，乌方预计将收到约5亿美元的新一轮援助资金。乌克兰军情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中将刚刚被波兰总统杜达授予波兰共和国公祭十字勋章金质奖章，这是波兰授予外国公民最高荣誉之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则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杜达并未直接授勋，而是由其代表波兰情报局副局长多米尼克·杜达上校颁发。波兰总统授予乌克兰情报部门首脑金质军官十字勋章，显然有不同寻常的意味，尤其是考虑到波兰总统也是一位川粉。杜达表示，在对抗俄罗斯侵略方面，波兰与乌克兰的伙伴关系十分重要，高度评价了乌克兰军队和情报部门对欧洲大陆集体安全所做的贡献。当前的战争是为自由，我们的原则和团结欧洲的价值观
关而战，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能击退俄罗斯的侵略，战胜对波兰和乌克兰的长期威胁。我们的民族将始终团结一致，为和平的未来而奋斗，反对战争。杜达他在拜登当美国总统的时候，杜达跟乌克兰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多次到基辅访问，力挺泽连斯基。但是后来随着特朗普上台以后，就是杜达跟特朗普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杜达对乌克兰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杜达又给布达诺夫授予外国人最高的这个荣誉或许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弥补，也是对乌克兰情报局工作的一个肯定和嘉奖。很有可能杜达受乌克兰人，就乌克兰情报总局给波兰分享了很多俄罗斯的这个情报，对波兰很有帮助，所以杜达对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授予这个荣誉勋章。这个英国上校呼吁为乌克兰提供核弹，乌克兰需要自己的核弹。英国前陆军上校理查德·肯普在黑海安全论坛上发表了这番言论。他认为，如果美国撤回支持，欧洲必须对基辅的安全承担全部责任，包括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这个言论听起来很极端，但西方现在正在认真讨论这种情况。法国和英国已经在为后特朗普时代做准备，华盛顿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英法官员警告欧洲必须认清现实，准备应对特朗普可能抛弃乌克兰的风险。当前讨论重点已从出兵转向如何在美国撤援情况下维持乌克兰的防御。部分国家虽仍公开支持自愿联盟和平努力，但各方已开始为没有华盛顿支持的未来制定预案。也就是说，欧洲也早做打算了，底线思维，也就是特朗普不再支持乌克兰，那欧洲该怎么办？美国的总统特使凯洛格说，俄罗斯不仅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还要求着北约国家不能东扩。东扩的范围不仅包含乌克兰，包含什么格鲁吉亚、罗马尼亚等等国家，还包括前苏联的一些国家。俄罗斯人认为北约东扩，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捷克外长坚决回应美国，也就是凯洛格的这个言论，说北约扩张不是威胁，而是和平的保障。而与北约接壤的地方都没有发生战争，而其他没有接壤的地方则有战争。这个说的也很对，那个瑞典、芬兰不就加入了北约吗？俄罗斯怎么不去打他们？普京到现在心心念念的还想恢复前苏联的版图，不准加入北约，由普京由俄罗斯人慢慢一块一块的收拾，妄图恢复前苏联荣光。美国 CIA 前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他发出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击败乌克兰，弗拉基米尔·普京可能会入侵北约国家，最有可能的是立陶宛。彼得雷乌斯担心俄下一步可能会将目标转向波罗的海国家，以此来试探北约。在我看来，这是完全有可能波罗的海三个国家都要被吞并，因为这个以前是苏联的版图，这个普京心心念念的就要恢复苏联，所以他一旦把乌克兰搞定，下一步就是波罗的海三国。这个可以说是普京之心，路人皆知，没有必要怀疑。立陶宛外交部长克什图蒂斯布雷里斯对即将举行的俄乌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果表示怀疑，称其很可能又是一次作秀。他补充强调必须实现无条件停火，并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这些波罗的海三国那一定是要玩命的支持乌克兰，对吧？一旦乌克兰失败，那他们就是下一个。如果美国人不插手，特朗普这样的态度，那你说普京向立陶宛或者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出兵，欧洲能有什么办法呢？对吧？如果欧洲有办法，那他也不至于让乌克兰输了。不过这个美国也有态度，美国的两党议员正在谋求推动新的援乌法案。大家看视频。 But we also have to give them military aid. We have to give them more radar. We have to give them more Patriots. We have to give them more artillery. We have to give them more planes because they need that kind of military support, not just rhetoric. And I will say this in direct response to your question. We're not waiting to find out what Vladimir Putin is going to do. We're moving ahead in the Congress. And I am very, very hopeful that our moving ahead will send a message to Putin that he has to put up and show up. But I don't know whether he will take that message, because here's the other thing I think about Putin. I think he underestimat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think he thinks we're weak and indecisive and that we'll never get our act together. He doesn't understand what 82 senators coming together from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mean in terms of practical import.
泽连斯基会见了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和布鲁门塔尔这两位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法案的发起人。这个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一边打着谈判的缓子，一边准备新的一轮攻势，因此必须加大对俄制裁和压力。他对参议员们的这一倡议表示感谢。该法案目前已获得参议院82名议员的支持。这个法案就是咱们以前介绍的，是美国要对俄罗斯购买能源的国家征收500%的叫二级关税。两位参议员承诺，如果莫斯科继续无视谈判呼吁，将于下周提交该法案进行审议。格雷厄姆还说，乌克兰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这只不过是俄罗斯宣传的神话。将乌克兰地图与去年的地图进行比较，足以表明俄罗斯的进攻失败了。他还宣布在参议院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简报会，并承诺与俄罗斯人、欧洲人讨论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和加强对两个印度的制裁。参议员布鲁门塔尔说，我们将对所有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国家征收500%的关税，就是两个印度。他表示，参议院准备对俄罗斯石油买家实施严厉制裁，这将是一个统一做法。美国参议员将与包括巴黎在内的盟友进行讨论。昨天咱们节目说了，两个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实际上跟欧盟进口的石油差不多，所以说你要搞这种二级制裁，你还是先让欧盟赶紧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说到欧盟和大国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说说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3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香格里拉对话论坛上表示，中美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分裂是当前世界面临主要风险。他敦促大国，如果想避免北约在亚洲的扩张，就应该阻止朝鲜派遣军队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马克龙说，如果大国不希望北约介入东南亚或亚洲事务，就应该阻止朝鲜介入欧洲事务。大家看视频。France is a friend and an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a friend, and we do cooperate, even if sometimes we disagree and compete with China. But let's be clear, the situation is very challenging as well in Europe. When Ukraine, the country that renounced nuclear weapons in 1991, is the one that Russia is repeatedly invading, how could there not be a second start? When the DPRK is developing a massive nuclear arsenal unconstrained by China and is now entering an alliance with Russia, a nuclear weapon state,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upposed to act responsibly. How are regional countries threatened by the DPRK supposed to act? What can reasonably be on their mind when they owe their people, before anything else, their security? In Europe and in Asia, how can mid-sized countries faced with aggressive nations ensure that they won't have to surrender or live in fear? But sure enough, our challenges are not only similar, they are getting increasingly intertwined. They are intertwined because when you look at this situation,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I had objected to NATO having any role in Asia, because for me, N is for North Atlantic. And because I don't believe in being enrolled in someone else's strategic rivalry. But what's happening with North Korea being present alongside with Russia on the European soil is a big question for all of us. And this is why, if China doesn't want NATO being involved in Southeast Asia or in Asia, they should prevent clearly DPRK to be engaged on the European soil. The time for non-alignment has undoubtedly passed, but the time for coalitions of action has come and requires that countries capable of acting together give themselves every means to do so. We must show consistency where others practice a double game. I will just conclude now with a plea, a call for action for Europe and Asia to work together on a coalition of independence, a coalition of countries that won't be enrolled but won't be bullied, a coalition of countries that object to the double standard, a coalition of countries that will pool their strengths to ride the race of technology, uphold norms, and protect their sovereignty, a coalition of countries that will navigate the rough seas of trade and protect the global commons of nature and climate. And finally, a coalition of countries
determined not to yield to the whims of the greed of others, but to chart a peaceful way, to bring balance in trouble, and to affirm negative passions can be opposed and indeed superseded by universal values. This is our common DNA, and this is exactly, I do believe, why Singapore does exist, why your region have so many countries being independent today, and why both Franc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here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马克龙还说，法国是大国的朋友，虽然两国有时候存在分歧，甚至竞争，但也开展合作。朝鲜派兵到俄罗斯参战，我就说过，这个实际上这个是普京一箭双雕啊！大家想象一下，朝鲜一共就派了12000人，我觉得俄罗斯啊，它至于缺12000人吗？实际上，这个朝鲜就是像毛衣的线头一样，它瞪住了朝鲜，最终扯出来的是在后面的大国，实际上就是想通过朝鲜把大国拖下水。我记得当时节目我一直这么说。大国是无可奈何，你看大国和朝鲜已经多长时间没有互动过了，就这么长老级的很少。这几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而这朝鲜跟俄罗斯那越走越近。普京真的需要朝鲜支持吗？实际上他不需要的。但当然了，他买朝鲜的炮弹，拿粮食换炮弹，拿技术换炮弹，这是可以。他不需要朝鲜那点人，完了他还付钱，要付美金，一个人1个月500美金，那也不少。所以说，普京千方百计的拉朝鲜下水，实际上是想把某大国给拉下水，把水搅浑。马克龙说的是有道理的，这就相当于把北约招到亚洲来了。是谁招来的？朝鲜。那你这个时候你大国怎么办？还是置之不理，对吧？这必然会导致大国跟北约对抗，这不就中了这个普京的奸计吗？所以我觉得马克龙说的是对的，应该尽早干涉。如果说你干涉不了朝鲜的话，那迟早会招来北约。也就是说，北约马克龙的意思就是你们自己清理门户，你要清理不了，那我就来，北约就来了。毕竟大国，如果你要跟美国竞争，那你必须要拉跟欧盟搞好关系，你不能同时又跟美国竞争，又跟欧盟撕，那你不成了孤家寡人？那正好中了这个普京的奸计。乌克兰在备忘录中提议在陆地、海上和空中实现停火，并由国际伙伴进行监督。据《纽约时报》援引一位乌克兰高级官员的消息，乌克兰方面在其备忘录中提出在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停火，同时此停火需要由国际伙伴进行监督与监测。俄罗斯方面拒绝在谈判开始前向乌克兰移交自己的备忘录，也就是开会的时候搞突然袭击。而俄罗斯方面再次表示，6月2日准备在土耳其和乌克兰进行第2轮和平谈判。俄罗斯难道真的是特朗普口中的和平爱好者吗？这些全是俄罗斯遮掩他们对乌克兰残酷杀戮的手段，并且他的谈判内容也都是老三样，猜都能猜得到，无非就是逼乌克兰无条件投降。所以5月31号，根据《卫报》报道，英国战略防御评估报告称，俄罗斯对英国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该国当局于6月2日提交的这份长达130页的报告，该报告不仅提到了俄罗斯，还提到了大国，将其描述为一个复杂而长期的问题，但并不是直接威胁。该文件将大国和朝鲜列为地区违规者。你看看，就是欧洲你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如果对大国都是这种观感，在德国如果再呼应一下，那把欧盟彻底得罪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领导层对俄罗斯持极端反俄和敌对立场，甚至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之前，英国就宣布俄罗斯是其主要敌人。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表示，他如果乌克兰继续拒绝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其局势将日益恶化，最终将失去奥德萨、苏梅、哈尔科夫等地。截至目前，乌克兰拒绝在未收到俄方备忘录前承诺参加周一的新一轮和平谈判。与此同时，美国国会部分共和党议员及白宫顾问敦促特朗普支持新一轮对俄制裁。特朗普本人则表示，普京与泽连斯基都很固执，并对俄军在其斡旋停火期间继续轰炸乌克兰表示失望，但他未提及制裁。《华盛顿邮报》
说，即使莫斯科未能首先提供基辅要求的和平条款备忘录，美国也可能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参加6月2日的会谈。前白宫顾问约翰·保顿说，特朗普将为了诺贝尔和平奖放弃乌克兰。特朗普想要的只是诺贝尔和平奖。自从奥巴马获得这个奖项以来，他就一直想要这个奖项。在他看来，奥巴马不配获得这个奖项，特朗普还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看样子够呛了。说到这个诺贝尔奖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我曾是个和平主义者，也就是反战，但我后来明白了，正义的战争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反抗野蛮的侵略。乌克兰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对吧？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位曾经的和平主义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现在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抗野蛮侵略的一位作家，相信是有正义的战争。所以你要一比较，你发现马斯克非常迂腐，还有特朗普的说法，说什么漂亮的人死去，是吧？无辜的人死去，欧洲在那煽风点火，乌克兰人死人，这个关乎正义。如果为了停止流血而无原则接受一切这个条件，实际上是纵容侵略，是会引起更大的流血。所以这个时候打仗流血是为了以后不再流，制止更大规模的战争。你对侵略者一味的忍让、退让、绥靖，换来的就是战争。这个在俄罗斯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俄罗斯侵略格鲁吉亚，俄罗斯侵略2014年侵占克里米亚，3年以后又在乌东发起内战，不就是欧洲、美国一次又一次的忍让，一次又一次的绥靖妥协，最后2022年2月份给你来个大的特别军事行动，到现在双方伤亡早就过了100万，多少人流离失所啊！所以你要再让俄罗斯，那后面恐怕还有比这更大的战争。只有普京和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才能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获益。这场战争对俄罗斯的高层、对普京、对五夫一娃以及都是有好处的。普京是在发动一场消耗战，俄罗斯并非追求和平，而是追求一场长期的或者是永恒的战争。不过在经历了将近3年半的战争以后，俄罗斯确实已经也到了山穷水尽、穷途末路。战争给俄罗斯的经济创伤是无法估量的，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什么越打越富有，那个只不过是宣传用。俄罗斯的经济，它的困境已经逐渐影响到民生，如今也体现在一种重要的食品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节目中承认，俄罗斯的马铃薯储备已经告罄。普京周二在国家电视台出镜时，不得不正视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没有足够的土豆。他说，过去几年的库存已经耗尽，而俄罗斯人呢，基本主食，对吧？以马铃薯为多，是俄式料理中不可缺少的食材。更重要的是，这个伏特加酒酿造主要原料就是土豆，所以今年以来土豆的价格已经上涨了52%。然而这一季土豆的收成却减少了12%。俄罗斯现在寄希望于外援，尤其是邻国白俄罗斯出手相助。不过白俄罗斯的马铃薯库存也快要见底。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经对地方官员表示，要扩大马铃薯种植，以满足本国和俄罗斯的需求。我们必须帮助我们的俄罗斯兄弟。卢卡申科说，白俄罗斯人是种土豆的好手，而且这能带来经济效益。俄罗斯的这些农产品还有这些食材，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实际上这就是经济出现危机的前兆，食物匮乏。是不是有一阵子缺鸡蛋，后来有一阵子又缺黄油，现在也缺马铃薯？它一定是这样，按一下葫芦起了瓢，最终是焦头烂额。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